今年的国庆宴会头一届办伫南投，伫拜五暗时8点开始办哦。县政府除了规划汽机车的停车区，嘛伫南投草屯各民间安排来的交通车的接送站。 国庆宴会七十暗8点开始办，会伫南投市马路溪边。南投县府提出交通管制计划，伫主会场周边的道路，10月70中到12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即马市区已经挂出各种禁止进入的管制看板。南投县府讲，东港国三南投交流道嘛会封起来，会场周边东到东明路、北到中华路、南到周树路、玉路路、红米路袂当行。完了路就是咱的迄个高速公路桥下吼，有一个 观赏点吼，在会展中心吼的后边有一个吼灯会时吼，咱有迄个花海区吼，迄嘛是一个观赏点吼。啊，过来的北边吼，即咱的迄个中澳路之前嘛有一个观赏点，总共有4个观赏点啦吼。这个部分拢是高滩地内底吼。 因为管制范围宽，南投县府建议外地民众坐免费的接送车，真侪所在拢有接送站。也若塞车的民众嘛建议停较远的，坐接送车到会场周边，才行入去观赏区。 总共有6条路线，让外地的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搭乘我们的接驳车到会场。那另外在地的民众建议可以骑机车到我们的主持路到这个观赏区华阳路，到时候我们也会有封路做这个机车停放。 南投县政府表示，国庆宴会专长40分钟，分做12个主题，也首创7彩水幕宴会，大约会放43885粒，总数是最近10年来上济。南投县府也规划市集、庆祝乐园舞台，希望吸引人丁去南投观光。记者陈秀仪南投报道。